1965年那时候破产那银行贴了一个封条在洋楼的门背后，所以我们不得不没有地方住，就是全家两手空空到台北去租房子。我的妈妈跟我妈妈的哥哥就是我伯父，我们就两家住在不同的地方。那在这台北流浪了这么久，这50年间，心里念念不忘的就是想有可能我们能够回到北埔来。那我父亲也常常跟我们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把阿公的房子买回来，我们要为北埔做一个图书馆。那这个念头是深深的种在我们的脑子里，可是不敢说出来，因为太不可思议，太困难。那后来在2012年，我跟我妈妈去参加一个江家的家族旅行。那在日本在回来的前一天，最后一天的晚上，我一个堂哥他跑来告诉我说，阿公的这个洋楼要拍卖。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的震惊，一直反应不过来，觉得心脏都快停了。这样，那后来经过很多人帮忙啦，我那1个月之内是寝食难安，因为那时候得失心很重，因为期盼了那么久的事情就在眼前，那万一没有成功怎么办？所以就很害怕。这中间，很感谢的是星光的吴东升先生，因为我们在第一时间去问合作金库，才知道说我们后代并没有优先权，那个 priority 是星光的吴东升先生，因为他们在民国84年的时候承租了洋楼，有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我们很感谢吴先生，因为当时如果不是他承租的时候来整修这个房子，他把屋顶整个掀开来整修，很感谢他，要不然这房子可能早就倾平，可能早就垮了。当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得标了那天，就是半夜都起来偷笑，就连续好一阵子，半夜都会就想到就偷笑一下这样。对，可是偷笑归偷笑，就是觉得说，我们那个心情是五味杂陈啊，很难形容，就是悲喜交加。喜的当然是说我们把阿公的房子买回来了。那伤心的是说可惜我祖父祖母没有看到我们把阿公的房子买回来。那我父亲，想的，他说的要做图书馆这件事，因为，我们思考了一阵子，觉得洋楼这么美，我们自己住实在太可惜了。那也没想那么多，因为也没想到说后来要开放会这么困难了。因为我后来感觉到说，出力似乎比出钱还要难，就是出力就是要维护这个管理，是很困难的事情。那所以我们后来决定要开放，是经过我们整个家里开了一个家庭会议，就觉得说洋楼这么美，那从前的匠师有这些这么精湛的工艺要让大家来欣赏，所以就决定开放。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是，因为我们家人都四散在各个国家，只有留在台湾，所以我们的第四代是很多都没有见过面。那所以因为洋楼买回来了，除了永光会的聚会之外，我们家人也在北埔见面了。更特别的事情是，我们江家的亲戚像我们隔壁的二房的姑姑们，还有祖母的娘家。刚才我讲到说祖父他很照顾人，所以他很照顾这些亲戚，所以当时这些亲戚的后代这些姑姑们，我祖母娘家的舅公的孩子们，还有江家二房的姑姑们，他们现在还有我姐姐的小学同学，还有北埔街上的老邻居，还有一些北埔的新朋友，我们的志工通通都是从四面八方来，因为大家有住台北的，有人住桃园、住新竹，那到了要排志工的日子的那一天大家都会来排班，这是我们非常庆幸的。那我刚才有讲到说出钱比出力难就是这件事情。洋楼因为没有厨房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是要过来这边吃饭，因为洋楼是后来盖的。
它中间有很多的穿道，哦，这边有前面的门，走那个厨房那边有个走道，那后面鸡舍那里有一个走道，所以大家就住在周边，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就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面。这个老房子是天水堂的一部分。